各位園主，大家好，我係你嘅命理師傅。今日我哋要為屬猴嘅朋友帶嚟2027丁未年嘅深度流年批算。2027年為丁未陽年，對於生肖屬猴、申嘅朋友嚟講，今年嘅流年命盤非常精彩。雖然流年太歲未土與生肖辛金冇直接嘅刑沖，但係受星象交錯影響，整體氣場呈現出光明與暗湧並存、喜慶與孤高交織的奇妙格局。命宮之中既有太陽、紅鸞、天空等頂級吉星強勢照拂，亦有劫煞、孤神、晦氣等凶星暗中牽管。只要識得借力打力、趨吉避凶，呢一年絕對係屬猴之人大展拳腳、突破自我、締結良緣嘅關鍵豐收年。第一部分吉星高照，太陽紅鸞放異彩，天空靈感開新局。今年屬猴者命宮中迎來咗幾粒極具分量嘅吉星，佢嘅能量足以壓制大部分嘅負面磁場。只要懂得順應天時，必能福澤深厚。一、太陽星光明普照，男貴人強勢提攜。太陽為中天主星，主光明、權威、盛大。太陽一出，萬物生輝，一切陰暗小人、霉氣皆會無所遁形。此外，太陽主動今年非常適合向外拓展、出差或將事業版圖延伸至海外，越動越生財。二、紅鸞星正緣桃花，喜事連連，人緣爆棚。紅鸞星動，滿室生輝。作為甲級正桃花星，紅鸞不僅主姻緣婚嫁，更能轉化為極強嘅對外人際吸引力。單身嘅朋友今年極易喺社交場合、工作差旅中遇到正緣，甚至閃婚。已婚者感情更上一層樓。喺職場上，紅鸞更能夠令到客戶緣、合作緣好得令人羨慕。三、天空星靈感泉湧，思維超脫，智慧倍增。天空星代表天馬行空嘅想像力、玄學契合度以及靈性智慧。從事創作、設計、企劃或命理研究嘅屬猴人，今年將迎來靈感大爆發嘅巔峰期。面對難題，往往能跳脫既有框架，用極具前瞻性嘅智慧迎刃而解。第二部分，凶星暗湧，劫煞孤神伴晦氣，防微杜漸保安康。儘管吉星光芒萬丈，但命宮中同時夾雜咗三大凶星，喺順遂之中亦需步步為營，防範暗招。一、劫煞凶星突發破財，防範小人與劫奪應對之道。劫煞主突如其來嘅財物損失。今年財務決策切忌盲目跟風，高風險嘅投機炒作應當全面叫停。出門喺外務必保管好隨身貴重物品。二、孤神凶星性格清高，慎防心靈孤獨。應對之道，孤神係一粒不利社交與內心共鳴嘅孤寡星。今年有時會莫名感到高處不勝寒，或對伴侶顯得過於冷漠，必須主動打破心防，多同親友傾訴，切忌將自己封閉。三、晦氣凶星溝通障礙，小口角惹人氣悶。應對之道，晦氣主運勢偶有窒礙，或者容易碰到言語不通嘅小人，導致心情鬱悶。如此情況，保持笑一笑，退一步嘅心態，切勿與之糾纏不清。第四部分，結語同寄語。屬猴嘅朋友，2027年係你哋借光發熱、紅鸞吐豔嘅大好年份。雖然偶有劫煞與晦氣擾人，但喺太陽嘅光芒下，一切陰霾不過係過眼雲煙。只要你哋保持開放豁達嘅心態，多借力男性貴人，善用紅鸞人緣，定能喺丁未陽年喜事連連，事業再創高峰。感謝你收聽本集節目。如果喜歡我嘅節目，歡迎點讚、訂閱、分享俾身邊屬猴嘅親友。我哋下集再見。